来关心罗马尼亚的总统大选，互人即期受到罗西亚用大量的网络口罩来操作声量，历史原底民调调查尾极端保守派候选人会当进入决选。前几日啦，因的最高法院才裁定，这第一轮的投票无准算，得爱对头重新来办理。也讲到咱台湾嘛是拢受到中国利用网络伫咧影响咱的选举和社会政治。最近甚至就有网络的红人翕影片，也出中国透过买收台湾的网红进行统战的手法，引起各界讨论。罗马尼亚的民众认为这场总统选举有问题，因为伫咧民调统计当中，支持度真低、立场国外罗西亚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交吉苏果，11月24首轮投票却抢到第一名。根据情报解密资料，怀疑可能是罗西亚介入选举，但是交吉苏果否认这件代志。根据罗马尼亚的情报显示，选前交吉苏果的网络声量向抢悬，是有几千个网络口罩为伊宣传，互人质疑是罗西亚介入影响选举。最高法院初六宣布，因当咧举行的总统大选程序无准算，原底初八要进行第二轮决选，要全部重来。这款受境外势力影响的情形，台湾也拄到中国技术透过网情，要改变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他们是网红嘛，哈。对他们差不多是十几万的粉丝，个别差不多在这个左右。那我们可不可以重点请几个比较高的，不然跟他们另外补助一些船票、还机票？过去有台湾网情北京翕影片，互观众知影中国是安怎透过买收网情统战台湾。有学者指出，像安尼透过意见领袖传播中国好的面相，可能影响台湾民间对中国的看法。透过这样岛内这种资金提供给这个风险，然后来去培养一寡政治性的网红，然后讲一寡中国是介意想要去传播一寡观点，然后来去带风向。来影响咱台湾的舆论，对于中国来讲，伊买台湾可能比拍台湾更小。当你有这些喜爱之后，它是可以某个程度去淡化掉，他对中国政治的那部分的认识的，等于你接收到比较多这些中国的比较美好、容易接收的一面，你就会对他的印象某种程度是比较好。学者讲，中国的统战做法一直在变化，为以前官方媒体的宣传，到达透过网情影响台湾。学者建议政府应该立法，有必要的时，通调查网情受岛内的金流，敢有中国的资金介入，甲资金来源透明化。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